另外，咱要继续来关心的，就是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，第一届去到澎湖来视察空军的部队，甲海军的146舰队。这赖总统是表示讲，政府就会来做国军的后罩，无论是营区的生活环境，也是讲装备，拢会继续来精进，互国军会当搁较专心来训练。注意，8点东方向，敌机面日距我方50公里。模拟有特机出现伫澎湖附近空隙，偏防部防空连官兵随就定位，操作 DMS 双联装气舰飞弹，谨慎瞄准、精准拍到目标。总统赖清德伫边仔看国军接见天数，这也是伊上任了后头一届前往澎湖勉励官兵，也到定海营区登上海军电号号飞弹巡航舰去视察。为了维护国家海域安全，大家长时间在海上执行战备以及巡弋任务，感谢各位辛勤的付出。身为三军统帅，我要强调。政府会做全体士官兵的后盾，也要请大家关照身边的伙伴，顺利执行每一项任务。总统致辞时阵提起，偏防部伫7月份汉光演习的时阵，虽然因为风台影响，也是完成定岗操演，展现专业甲训练的成果。所以伫中秋节前，总统亲身到澎湖颁发加菜金予官兵。再过不久就是中秋节。因为有大家坚守岗位，国人才能够安心过节。政府也会做国军的后盾，无论是营区生活环境，或者是武器装备等等，我们都会持续精进。同时也会采用减法的思维，让大家可以更专注在战训本务上面。公布7月规工查到7架强舰、2架中强的公务船，也有17台强机绕台，其中15台有飞过海峡中线，也甲进入咱东部的空隙侵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